继续来到嘉义，有一个查某孙仔出面来指控，讲家己的阿公无去了，但是毋是失踪，是去互伊的阿伯甲阿叔带一阵乌衣人，伫这个病院的门口，甲拄啊看完医生的90岁阿公强行带救车载咧走。讲会发生这个代志，是四兄弟为着要争家产掠破面，才会甲老爸爸像咧压犯人安尼压咧走。也毋过俗语讲诶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讲这做后生拢有家己的苦衷。查某孙提出来，敢是去为民翕着90外岁阿公看医生看了要转去，后来几下位乌衫人冲出来，因是大伯阁有阿叔，因甲阿公扭上车，阿公的辅助器阁落伫涂骹，爸爸阁互大伯扭掉咧。我在打电话，然后对方一直大叫，不让远警听到我报案的地址。事发了后，其他亲人阁来阿公的房间，甲衫全部摕走，即马阿公下落不明，大家拢真烦恼。他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。生活机能什么不爱起都便秘，所以你就烦恼了。对。一人兄弟一人轮流做一个月，他们长期都没有工作啦，因太太啦，还佫因查囝啦吼，咱甲阮爸爸一寡是咱甲斗零到光啊。规装咱共做伙啊，都有够济安尼啦。双方家己讲家己的，会发生这个事件，是因为家族之间争家产。阿公的后生闹甲兄弟之间无要相认，是大人看到家己的囡仔为着钱吵吵闹闹过去嘛捌讲。我不好有囝，我就唔愿，还是安怎？要珍惜我的财产嘛。规家伙仔吵吵闹闹，唔知影当时才会当结束这场手人大战。不过对是大人来讲，原本和乐的规家伙仔，为着争家产，煞闹甲安尼，这款结果是爱人安怎接受？